台中潭子今早起7点外，有一个国小的查某学生行伫咧过路线顶头，却互一台修旅车撞一个飞出去，规身躯是挫伤，加在是无生命危险。警方表示，讲这驾驶无让过路人上当会当罚到3万元，而且吊扣驾照1年。将红色衫的囡仔当准备要行斑马线过车路，但是一台修理车驶到真紧过来，看到查某囡仔已经袂赴，甲查某囡仔规个弄甲飞出去。边仔导护志工妈妈较紧过来，踮家嘛斗相共甲三角笋拆出来，避免佫发生2次事故。因为他早上前方是有设置爱心导护啦，只是当下没有办法，就是分身乏术这样。而到早起7点外，伫台中潭子复兴路一段，这个10岁细汉的查某囡仔当要去学校，就发生这个交通事故。救护车较紧甲查某囡仔送病院，好佳在伊敢若挫伤尔。附近的民众讲，这个所在是定定发生车祸。上学的时间比较多，可能是家长都比较赶，对，他这样速度有可能骑比较快。那导护志工有看到姐姐，那有示意叫她等一下，但是因为姐姐急着要过马路，所以她就往前移动到下一个斑马线。学校讲会加强上下课的导护人力，来确保学生的安全。当来到意外的现场，这条路边有真侪店家，车流量是真大。头仔口虽然有设行船线，但是无交通号志，真侪车队才过去拢无减速。警方初步排除这肇事的姓罗的查某驾驶有啉酒驶车，不过伫依无让行人先行的部分，会依法甲罚。自单举发，处新台币72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。致人受伤者，吊扣驾驶执照1年。警方呼吁驾驶人若经过无号志的行船线，嘛是爱放慢车速，注意状况。政府嘛会进行会勘，建议看敢需要补强号志也是警示，避免意外搁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